大家好，我是劳康凯，我是克切拉佛教中心的前台经理。我在2011年，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遇见了尊贵的第25世赞都固仁波切，从此开始了我的灵修生涯。我在修习多杰雄登的这些年来，我得到了护法的帮助，因此我对护法非常有信心。很多人引用达赖尊者的话说，多杰雄登的修持法并非正法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。从多杰雄登崛起成为护法到现在的400年来，修持多杰雄登法门的高僧大德不在少数。这些大德包括了萨迦派、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很多高僧。修多杰雄登法门的格鲁大师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至尊赤江仁波切、宋仁波切、林仁波切和错摩格西仁波切等。这些大德不是学识过人，就是在修行上达到很高的成就。这些修行有成的大德，有可能在多杰雄登的议题上都同样做错了判断吗？是不是多杰雄登的法力非常高强，不止蒙骗了几百位高僧大德，长达400年时间，还有本事让这些大德给他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赞美祈愿文？试想想，要骗1-2位大德可能容易，但是要骗上几百位大德，而且还是蒙骗长达400年时间，那个成功蒙骗过关的可能性可是非常之微小啊！退一步想想，或许这些大德的心里都十分清楚，多杰雄登根本不是什么邪灵，而是可以依靠的正悟的佛。还有，在多杰雄登的看法上，怎么可能只有达赖尊者一个人是对的？而400年来几百位修多杰雄登的高僧大德，难道都错了？这显然不合理呀！我们必须知道，在修行上有成就的高僧大德，不管他的地位高或是低，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或神通，有能力看穿一个众生的本质。为何这些高僧大德400年来一个接一个都没有成功识穿多杰雄登邪恶的本质呢？为何唯独达赖尊者一人识穿了他？这是不是符合逻辑呢？在精神意义上，达赖尊者是观音菩萨，而尊者的经师至尊迦杰赤江仁波切是金刚瑜伽母。达赖尊者和赤江仁波切都是达到相同正量的佛，他们都有同样的使命，就是把我们从世俗的苦难中拯救出来。达赖尊者说，多杰雄登是一个世间神灵，而赤江仁波切说，多杰雄登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接受达赖尊者说多杰雄登是世间神灵的说法，就等于说跟金刚瑜伽母无二无别的赤江仁波切是错的。换句话说，佛是可能犯错的，怎么可能一个佛是正确的，另一个佛是错误的？这说法完全不合理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说赤江仁波切错了，那么我们等于也是在说前世的达赖尊者也同样犯错误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有可能犯下其他的错误吗？我们又该如何明确知道有哪些事他是错了，有哪些事他是对的？所以，要么就是所有的佛，包括达赖尊者和赤江仁波切，都有可能犯错，要么就是所有的佛都是对的。如果所有的佛都是对的，那么达赖尊者和赤江仁波切两人也必须是对的。此外，无视达赖尊者和年轻时的14世达赖尊者都曾经修过多杰雄登法门。伟大的无视达赖尊者、年轻的14世达赖尊者跟现年83岁的达赖尊者有共同心事，他们都曾经为多杰雄登写过祈愿文，祈求多杰雄登的加持和保护。拥有同样心事的无视达赖尊者、年轻的14世达赖尊者
都确认多杰兄登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佛。为什么到了年老时的14世达赖尊者，多杰兄登却一下子变成了伤害人的世间邪灵呢？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，达赖尊者怎么可能经过几百年的时间，从5世到第14世，都看不清多杰兄登的本质是好还是坏呢？可能这时候你会问，同样是证悟的达赖尊者和赤江仁波切，一个说多杰兄登是世间神灵，一个说他是证悟的佛，他们两人在多杰兄登的观点上，为什么看起来是彼此冲突？事实上，在赤江仁波切的时代，他曾预言说，在未来，达赖尊者和多杰兄登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携手努力实现更高的目标。因此，那就是我们作为一般人，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来看待事情，而产生错误的看法所造成的。实际上，达赖尊者和多杰兄登并没有彼此冲突，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同心协力，把佛法带给更多人，利益更多众生而已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聆听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祝大家60吉祥，福慧双修。